农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的署长谢义勇，敢若涉嫌长期霸凌属下，也就是呢下骹手人。意外呢，这八伙去探到分林一间几百年的豆油厂，因为有消息讲，这间豆油厂敢若是谢义勇的这个后头厝。真侪网友知影了，纷纷伫网络咧留一粒星负评。豆油厂毋若赶紧伫网络澄清，讲虽然因姓谢，抑过无熟悉这个谢义勇，为了避免本身这个名声受到损害，这个豆油厂第二代负责人呢，过去户口名簿摕咧出面，强调讲，伊本身有2个后生，后生的名第二字拄好嘛是义，抑过甲谢义勇无关系，希望大家莫误会。我们家没有这个人，你知道吗？摕户口簿仔强调厝内敢若2个查甫的，伊是分林西里一间传心要100年豆油工厂的第2代和第3代，大动作出面公开假造，因为外界拢伫咧回讲，豆油工厂敢若是长期领伫员工的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长谢基勇的后头厝。不过负责人强调，厝内根本就无这个人。我有2个儿子啦，一个叫依晨，依晨，这名我好的啦。哦，只不过吼，因为这个代志我拄到劳动部这个事件哦，我足艰苦，你敢知？我嘛唔知，我遮严重。第2代负责人讲，可能因为2个后生名字拄好第2字嘛拢是谢基勇的基，才会互外界误会。代志曝光了后，唔有人打电话来问，和网络拢叫拍一粒星。虽然有来坐称家族甲谢基勇无关系，不过烦恼代志的分化，规期现户口簿判，互大家看。就紧急的发了一个声明，但是我觉得扩散的程度好像还不够。第3代讲，就算已经伫咧并册培种专业公布2兄弟仔的名声，甚至打规口罩相片，强调甲谢基勇唔捌。不过嘛是直接接到人打电话来问，所以和爸爸同齐出面，希望外界莫误会，影响到传心的8挂年的家族的事业。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